尊敬嘅各位嘉賓，尊敬嘅各位僑團領袖，親愛嘅中親們、朋友們，大家晚上好！忠義綿長，祖德流芳。紐約曾氏中親聯誼會成立7週年暨第3屆職員就職聯歡晚會，現在開始！請大家用最熱嘅掌聲請出我哋今晚嘅司儀永林 Irene， 歡迎！多謝秘書長。尊敬嘅各位嘉賓，尊敬嘅各位僑團領導，親愛嘅朋友、眾親們，大家晚上好！歡迎大家嚟到紐約曾氏眾親聯誼會成立7週年及第3屆職員就職典禮聯歡晚會嘅現場。唔知道大家是否知道真正嘅來源？有冇聽過天下一真無二真嘅講法？其實真氏源自於下橋少康之子曲廉建立嘅陳國。喺4000年前，陳國被滅，太子屋咧夏朝咧就用國名當姓氏，佢哋將曾字嘅耳仔旁咧去掉，就變成而家嘅曾字，表示不忘先祖。最特別嘅就係咧，喺歷史上幾乎冇人冒充過曾姓，所以先有天下一真無二真嘅講法。而家咧喺中國咧，大約有770萬人係曾氏嘅，亦都係喺中國人口排名第31位嘅姓氏。佢廣泛於全國，尤其是喺湖南、四川、江西、廣東同埋山東嘅，都分為眾多嘅。在座有沒有湖南、江西、四川的宗親們啊？唔知道有冇來自廣東、台山以外嘅眾親們呢？有冇台山嘅眾親啊？在此容許我代表曾氏紐約曾氏眾親聯誼會嘅所有領導，對大家今晚嘅到來表示熱烈嘅歡迎同埋衷心嘅感謝。希望大家可以度過一個愉快嘅晚上。而家有請曾麗冰會長上台致歡迎詞，掌聲有請。Hello， 大家晚上好，各位來賓、各位眾親，大家晚上好。喜慶嘅日子，大家歡聚一堂，開心嘅感覺真好。我代表紐約曾氏宗親聯誼會，歡迎大家嘅降臨，感謝大家嘅到來。眾親們、朋友們，2年前我喺呢個講台，面對大家嘅熱情，從之前我滿懷信心咁接過會長、聯誼會會長嘅擔子而擔當，我一直信守呢句説話。洛陽春有如相聞，一片冰心在玉壺。我兢兢業業，做好自己嘅本職工作。時光匆匆，今日聯誼會慶祝新一屆職員就職。借呢個喜慶嘅講台，我衷心感謝眾親們、朋友們一直支持同鼓勵，感謝行政團隊嘅同心協力嘅兄弟姊妹們。感謝上一屆會長曾康平先生嘅工作指導，感謝一直以來我哋會所一位常客，一位長者，佢係我父親曾景俊先生。多謝各位嘅掌聲，多謝眾親們、朋友們。紐約曾氏宗親聯誼會係鄉親互愛互動
個平台。7年來凝聚着團結的力量，凝聚着開拓嘅精神，在鄉會所、茶鄉之間娛樂之餘，鄉情奇情，我們喜聞樂意，好人好事，我們點讚表揚，三省追刊嘅籌款，眾親嘅接龍嘅捐助，仲有恭祝我哋眾少爭子個香油不斷，感謝大家嘅香油不斷。我為着敬畏之心，道情一貫，群策群力。我希望會所嘅業務蒸蒸日上。我2年前喺呢一度即係好緊張嘅心情接過會長嘅一職。我自己咧就已經係覺得自己做得又唔係咁好，就即係時光匆匆咁快已經係2年就完咗啦。我哋咧而家咧就希望嘅事情咧就再交俾我哋嘅下一屆會長加大音哥 ，OK？ 希望可以帶住我哋會所嘅業務蒸蒸日上。眾親們、朋友們，其實咧紐約真士中親聯誼會咧係一個平台，俾我哋嘅鄉親喺呢度，希望大家永遠記住我哋浩明哥第1屆嘅會長帶領我哋個每2年一個聚會，大家好開心，係咪？大家個個希望大家今日飲得開心，食得開心。祝福各位眾親們，個個家庭幸福，身體健康。多謝。多謝曾麗冰會長致辭。而家有請曾康平榮譽會長宣讀第3屆職員名單，掌聲歡迎。尊敬嘅來賓們、中親們，大家晚上好。今日係紐約真士中親聯誼會成立7週年暨第3屆職員就職員歡晚會，非常多謝你哋湊好嚟參加。下面我宣布紐約真士冬天聯誼會第3屆職員名額。名譽會章，單我名我曾麗冰，讀到個醒唱台。真我啦。會章曾毅，上梅副會章曾黃明，紅定統嘅紅會人曾傑勁。副會長鄧培義、鄧寶平、鄧經順、鄧門傑，可能依家難聽係嚟嘅。鄧台冠、鄧勁令、鄧仲光、鄧明波、鄧力平。鄧門超、秘書長鄧培亮、鄧玉華，得啊，你又差啲時間先啦。顧問鄧經俊、鄧正俊，未知係嘅，今日冇參與。鄧冠文、鄧安豪、鄧延南、鄧經門、鄧國飛。鄧內培敬、鄧廖春鳳、鄧鹹麗芳、鄧元蘭、鄧趙平、梅佳、洪培恩、春立、鄧肥亮、蘇、鄧雅興、鄧韓明、梅教、鄧徐培恩、阿景、葉景。滿潤、
鄧照平、鄧玉華。有睇會員啊好喎，見你一頭聽個個都喺度大啦，個個都買好票，個個乾淨咧就叫湊機人釘，啲會員又乜就唔明啦，我就係㗎。我哋要做就職㗎。我喺呢度交呢一個好緊要嘅嘢俾阿曾亞欽先生 ，OK？ 希望佢帶住我聯誼會嘅業務蒸蒸日上。恭喜曾亞欽先生成為第3屆會長，以及曾麗冰小姐成為榮譽會長，恭喜佢哋，俾啲掌聲，恭喜！好，請大家回位就座。而家有請第3屆會長曾亞欽先生致就職詞，掌聲有請。尊敬嘅各位嘉賓、各社團嘅領導、親愛嘅各位鄉親，大家好！今日係曾氏中青聯誼會辦成立7週年暨第3屆職員就職嘅聯歡晚會，承蒙各位嘉賓及各社團嘅領導同各界嘅友好人士嘅光臨，我代表曾氏向大家表示熱烈嘅歡迎並衷心嘅感謝。總結過去，展望未來，暨廠會幾年來歷經上2屆嘅會長嘅英明嘅帶領下，同時又得到大家嘅大力支持及各位鄉親嘅共同努力，為今日嘅會所創下夯實嘅基礎。接下來，新年嘅1屆職員一如既往，再接再厲，同我哋一齊共同努力，為我哋嘅聯誼會再創飛黃。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多謝大家。再次多謝曾亞欽會長支持，曾氏家族咧真係非常之龐大嘅，亦祝願曾氏越嚟越好。接落嚟咧，我哋有請曾日琴常務會長介紹嘉賓，掌聲有請。尊敬嘅各位嘉賓、中親們，大家好！依家我代表邀約曾氏中親聯誼會介紹以下嘉賓，不分先後，介紹嘅嘉賓請你哋起立接受我哋嘅歡迎。首先係議員水喉老闆李冠儀先生抗禮。新利是街欄老闆陳生先生抗禮，綠方中餐金城黃昌批發老闆娘冰珍，雕一梅氏公所梅乃明主席。
遊會陳朗昇會長，皇家商業銀行第一副總裁陳美華小姐，U1華泰會趙立遠會長，寶靈王律師團客服總經理趙立峰先生，雅典婚紗老闆曾轉紅、陳錦秀同埋中餐園學大師曾兆基師傅，中歐中餐曾炳輝先生，中歐中餐U1網紅歌手小飛啊曾嘉誠先生，U1海燕葡康會顏君偉元老，U1馬氏中餐會長馬炳堯元老，U1安良工商會曾志昂會長。介紹完畢，祝大家有個開心愉快嘅假期。Thank you。多謝曾日琴常務副會長介紹嘉賓啊！而家咧有請常務會長曾煥明上台宣讀賀信，多謝，掌聲有請。我代表歐散展巨谷華僑聯合會和諧，本月U1誕時動定聯誼會各會聯合嘉賓們、朋友們、鄉親們，慶滿聚會，利用以時間，設立每月2月，隆重舉行盛典，剔照明嘅演繹以藝增體，即量調職。迎來緣分難揾，我會成功公平，對啲為山市歐散展，條論經有U1誕時，動定論議會，至對極力嘅祝賀，安置成為嘅成功居人，係當時嘅年度辦理大年啊，必定繼王向來，對莊父王。很少會登嘅中義寮，督定介歐散反會和告知嘅發展多極重要嘅公案，對有中門，點樣輪迴成為對一運安成功，點王發達，中門團禮儀，嘉賓嘅善禮健康，萬體回應，對山市歐散展，貝谷華僑聯合會。2025年11月18日，第二，我代表歐散展娛樂日南邊魚蛋嘅單時啊，和你U1誕時動聽論議會，斷奶動聽各會共贏，直至聚會勝利，剔照令以藝擔解。即量調職應禮隆重舉行，和經向淡天末單時，自然對極力嘅祝賀，向按到啲藝擔解，即量辦機嘅見證，向會內會，當時動嘅所有支持，聚會嘅發展啲各界條件，自然而好嘅祝賀，正情對間，重言對間。係尷尬之外，辦機調職，將對對政績界嘅運隊帶面下，會委逼咗發人要量嘅傳統，暫停活單時啊，而會委燃燒紅星，持續江屋共會布點，傳播中華文化嘅正能量，對地足盤，會委潤滿成功。盤乃當時公的，善乃健康，二日健康，3點活單時，2025年11月12日，我哋啊。
副會長。而家有請洪偉登常務副會長答謝詞，掌聲有請。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中親們，大家晚上好！我喺呢度代表紐約金市聯誼會嘅全體領導，對今晚嘅親臨祝賀並獻上花籃賀金鄉人嘅朋友、中親們表示衷心嘅感謝。早日參加興典晚會同埋熱心贊助抽獎嘅中親們表示衷心嘅感謝。對熱烈興典晚會嘅工作人員表示衷心嘅感謝。感謝申請專輯社人九西人民政府歸國華僑聯合會嘅發嚟嘅祝賀信。感謝鳳凰城提供嘅苦禮同場地同埋熱情嘅服務，希望大家度過一個幸運快樂嘅晚上。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多謝洪偉登常務副會長。而家係進行由曾雅欣會長公子、曾振輝伉儷贊助嘅敬老愛優活動。首先有請在座80歲及以上嘅長者上台領取敬老紅包，多謝。祝各位長者們健康長壽，身體健康，每日開心啊！而家咧就輪到在座13歲及以下嘅兒童上台領取紅包啦！唔係，我哋影唔晒啊，係啊！影唔到咁多啊！係啊，所以你又只能夠等佢派到邊度，你喺接住派，好似頭先咁樣喎。留翻啲俾你太太派啦，叫過嚟啊！過嚟。好，你去買啦，你去買啦。
節目，請眾親合唱團準備一下，馬上要演出。係燕啦，新利是雞啦嚇！陳老闆咧贊助500蚊俾我哋啲姊妹婦女叔伯嬸母唱首歌嚇。第一首係歌唱祖國音樂。Come on.
阮兆良先生、陳忠遠先生贊助500蚊，由曾翠佩恩演出《涉陽之歌》。多謝啊亮哥贊助我500蚊唱首歌嚇，我就招啦嚇。呢邊哥老細，亮哥同仲義哥贊助500蚊我唱支《敵人之歌》嚇，大家一定要呢張先啊嚇。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曾金浮啊，曾金浮中餐贊助曹建豪、曾淑儀抗嚟唱譚詠麟嘅朋友。多謝多謝。呢度多謝阿中餐曾金浮先生嚇，佢贊助我哋嘅姊妹曾淑儀姐姐同佢嘅先生曹建豪合唱朋友。一起為心一起，非常非
會長邝麗贊助500蚊，由曾雅欣會長邝麗合唱《鳳閣恩仇未了情》，掌聲！自覺情牽經望散，空餘一點情淚濕青衫。暫停音樂，好消息啊！好消息，因為我哋會長唱歌就好多 fans 嘅，再追加就由我哋嘅新鮮嘅榮譽會長曾麗冰女士追加500，同埋一班 fans 再加1888。多謝多謝，即係咧呢首歌咧就係2888嘅，多謝晒，多謝多謝。繼續，異國情牽經望散，空餘一點情淚濕青衫。
大家，多謝大家。多謝晒。跟住落嚟係由古靈王律師團贊助500蚊，由網紅歌手小飛俠曾嘉誠先生演唱，掌聲邀請。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鄉親父老，大家晚上好！我都係真市嘅一份子嚟嘅，我係涌撈人我嘅家鄉係連平屯，有冇連平涌撈㗎 ？OK， 咁唔講多嘢啦，送歌俾你哋，情緣巴士站 DJ 版。上心中向着渺茫，沿路掛着城市新裝。冬日追趕空中漂亮女郎，懷念靈體溫靜霞光。一幅詩意車想邂逅你，坐在身邊像情侶沒距離，輕擺中當然碰上你。是最不可解釋的緣境，正是你，我沒逃避，在這淺水灣的一個鐘站，無盡一生不忘記。一齊睇實跳舞啊！後邊啲朋友嚟唔到啊！你呢邊嚟啊！玩床，床上作日情侶愛上，一夜歡樂不可以是逆行，全情侶可以大眾。一幅詩意寫出邂逅你，坐進身邊像情侶沒距離，輕擺中當然無像你，是你不可解釋的緣境。逃避，在這淺水灣的一個鐘站，讓兩顆心一起，找出美麗傳奇，你善念無盡，一生不忘記。咁多位好熱情你哋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好甜啊，仲有啊！天和全球呈現了彩虹，形容詞全部在跳動，此刻手見到過，因有你陪我開，和斜陽全部變火紅，形容詞全部在跳動。每次你輕輕的親我，石頭是嗎？為你體溫急升，能搏不出歌聲，就係陌生火警，眼淚似星星。為你體溫急升，能搏不出歌聲，就係陌生火警，眼淚似星星。Don't you fight it, baby, don't you fight it, baby, love is your reaction. Don't you fight it, baby, don't you fight it, baby, love is your reaction, like an explosion. 一齊跳啊！
反應，連悲字和心思全都反應不停，難抑制，連梳反應，連粒物和腰骨全都反應好勁。Don't you find it, baby? Love is in the action, like an explosion. Yes sir， 我呢邊啊 sir， 全場都有反應嚇，唔好意思啊。Baby, don't you find it, baby? Love is in the action, like an explosion. Thank you， 我哋海山，我哋衝浪嘅朋友，我哋海山姐，我哋衝浪連平嘅朋友 ，Thank you。現在由曾毅兵名譽會長贊助500蚊，由曾仲寬副會長同樂平嘅中餐曾婉玲合唱《花好月圓》，掌聲邀請。
其實我夢想朝思都係把伊會長兩公婆唱歌太好聽啦，啲 fans 又要支持，贊助800蚊俾佢哋合唱一首《人在旅途》，灑女士，掌聲邀請。再一次多謝我哋會長鄺麗唱一首咁好聽嘅《人在旅途灑女士》，亦都多謝晒會長嘅 fans 嚇，多謝晒。我哋而家咧係期待已久嘅抽獎時間啦，今日嘅獎品咧真係非常之豐富嘅。
今日嘅晚會到此結束，我哋下一次再見。